我只係知道喺呢一剎那，我係幾咁想念你。誰令我能靜心一飄，令我輕柔如水清澈，令我心靈回復恬靜，令我拋棄來心牽掛，重拾往年純潔美夢，讓我心靈重得安慰，讓我安躺於他。其實乜嘢先至係真實長久？或者我應該就咁保存住呢